30歲的李小姐，在一家國際銀行擔任項目經理。她的皮膚問題始於童年，被診斷為異位性皮炎，四肢屈側的皮膚總是比別人乾燥敏感。然而，真正的惡化發生在她晉升後，巨大的業績壓力與緊迫的交貨期限，讓她不自覺地開始反覆搔爪頸後和手腕。起初，她以為只是舊疾復發，西醫診斷為濕疹，開具類固醇的藥膏。起初有效，但壓力一來，夜間難以抑制的陣發性劇癢又會捲土重來。她發現皮損逐漸集中在她最容易搔爪的部位，皮膚像皮革一樣增厚，皮紋加深，形成邊界清晰的粗糙斑塊。她陷入越癢越爪，越爪越厚的惡性循環，焦慮與皮損相互加劇。經朋友介紹，李小姐來到灣仔的安德中醫診療中心。潘醫師仔細檢查後指出，她的問題已從單純的異位性皮炎，轉變為以精神壓力為核心的神經性皮炎。潘醫師解釋，治療關鍵在於內調心神，外收皮損，打破惡性循環。治療階段，在急性劇癢時，他使用清涼滲透力強的黃金皮損止癢油快速鎮靜。對於紅腫熱痛癢，則在睡前口敷黃金止癢燙傷膏，以消炎止癢。日常則用潤膚抗敏止癢油持續保濕，安撫敏感。配合內服中藥疏肝解鬱養血去風，李小姐學會了與壓力共處。12週後，那塊困擾她多年的皮革逐漸軟化退去，她終於從癢與爪的枷鎖中掙脫，重獲夜晚的安寧與內心的平靜。